成叛亂，剝削更慘，強制性賣樓，等於製毒樓。有小業主，有關注環保嘅團體，有關注城市規劃團體，亦都有一路以嚟都關注市區重建、關注基層市民狀況嘅團體。我哋都對呢條條例咧係覺得好有問題，覺得而家政府貿貿然要去放寬呢個私人重建門檻，係會引起喺社區入邊，無論係對小業主、對租客、對成個城市個規劃都會造成好大嘅負面影響。因為而家我哋嘅政府係十分之傲慢啦，我哋一路長久以嚟一路講要有多元嘅賠償方案，要有樓換樓，要有鋪換鋪，要有市民可以參與喺個重建入邊。但係我哋政府不聞不問，係講到明係一個字都唔會改嘅。佢而家呢條法例嘅修訂係一個字都唔會改。所以我哋係堅決反對呢條條例嘅通過。所以我哋今日一班市民，我哋就嚟到立法會呢度進行示威，要求立法會係反對呢一條條例嘅通過。我哋要加油嚇！我希望就聽到多啲大家嘅意見。其實今次好不幸嘅就係你咁樣要咁趕嘅時間裏面係表面上係完全達唔到嗰個舊區重建嘅目標，亦都好難同佢掛鈎㗎嚇。但係就係夾硬逼咗嚟啦。不過我好希望就係呢個公告係可以收翻，慢慢再從長計議，點樣先至將兩樣嘢掛鈎係咪啊？發展局局長咁有魄力，應該做呢啲嘢係正問題㗎，係咪啊？3月17號議員就算有咩立法嘅修訂啊，其實都係要通過一個分組點票嘅形式去先至可以通過㗎。分組點票就係功能組別要有一半嘅議員支持呢個修訂，民選議員又要有一半嘅議員支持呢個修訂。咁我希望公眾、各位市民同埋傳媒都睇住，究竟係3月17號我哋功能組別會唔會就住一啲對基層市民係有利嘅、對基層市民係有益嘅修訂，佢都係會佢都係會投一個反對票，去漠視呢個基層市民嘅利益㗎。唔係啊！我一啲冇聯繫你搞。業主、鋪主根本完全冇機會去一齊去參與呢個重建、參與呢一個規劃，永遠就係發展商跟住一腳就踢走你哋。唔好以為呢啲嘢唔關你事，其實你身邊嘅舊樓拆咗之後起嘅，大家見過啦，4000蚊收你，12000蚊賣出去，係咪？仲有鋪租呢，起親嘅就係屏風樓，下面呢，你本來可能揾到文具店啊、粥鋪啊、士多啊，全部通通被趕扯。我哋只係見到連鎖快餐店，大家樂、大快活、惠康、百佳，你想做酒樓啊唔使啦，快餐店拜拜，全部都係連鎖式嘅店鋪，根本一啲小商戶、個體戶完全負擔唔起，成個社區都會被改變，大家再揾唔到你嘅老街坊，我哋生活開、工作開、返學嘅，全部都會變晒。既然冇安全嘅問題，既然可以復修，點解我哋要咁浪費去剷平去重新再起過呢？所以好希望呢，喺最後階段呢，好希望更多嘅政黨呢係會回頭是岸，希望可以俾啲空間大家喺整個市區重建嘅策略檢討完畢，已經揾到有啲乜嘢窿罅可以改善而家我哋現有制度見到嘅缺陷。
之後先可以再重新考慮將呢個強拍由90%降到去80%。有好多人諗，且我住喺嗰層樓有排都未到50年啦，點。其實喂，而家就話50年嘅咧，遲啲可能又講係40年啊，等又再燉啲啊。大家知道新加坡咧，其實10年都可以拆咗嚟重建㗎。你唔擔保遲啲唔會一樣有咁嘅情況出現，因為我哋一日有功能組別，我哋一日都仲有機會，可能嗰個門檻係有機會繼續降低，可能要嘅 condition、要嘅條件、要嘅前設條件係會越嚟越少。有一個市區重建嘅問題，我哋一路鬧都係鬧公營重建。而家我哋發現私人重建其實都係會造成好多城市嘅問題嘅，因為我哋見到好多舊樓，即係除咗業權問題我哋唔講之外，我哋見到好多舊樓本來5、6層高，拆完之後一起就起50、60層，呢一啲其實都會對我哋嘅社區、對我哋嘅環境造成好大嘅影響。我亦都喺度呼籲立法會議員一定要去反對呢條條例。因為我覺得而家呢條條例只係明益啲發展商，對基層市民、對小業主係毫無保障嘅。